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咧务正月伫英国咧，逐个注意到就是太克三件代志，嗯，就是省钱、减肥、解酒啊。主要是因为呢，12月逐个就是一直食、一直啉、一直开钱，对，所以呢，即个正月呢，拄啊好今日上线，即个是正月中啦，嘿，即个正月除了是爱去抵消12月遐个粽叶以外呢。嘛拄啊是即个新年的头一个月啦，所嘿，以大概可能拢搁就有意伫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想要食对，较健康啦，想要对对对，减肥等等啦嗯，所以即个英国甚至有一个出生组织伊开始一个活动叫做 Dry January，这一个几个冬啦，就是1嘿，月份无要啉酒，嗯，所以你若是1月份想要出去食饭，即个时阵餐厅拢会拍折，是上适合的。啊毋过坎正的主题拄仔倒边，因为今日嘿，无要讲酒嘛，无要讲食饭，今日要来讲即个 sugar tax，嗯，叫做含糖的饮料税，也是讲嘿，汽水税，嘿嘿，含即个英国的即个大箍的问题，是嗯，咱两个今日主要要讲的两个主题啦。对，除了讲是正月以外呢，旧年底即个政府嘛有去修正红课税，即个糖税，即个课税诶产品啊，伊有增加迄个牛奶类诶产品，而且呢，有一个讨论啊足久诶一个新诶法案，今年嘛要上路啊，就是因嘿嘿，要开始伫下暗9点进前禁止即个 fast food 啦，速食毋过是快速度诶速食嘿嘿，诶即个广告。嘿嘿，遮先请王来介绍者，即个糖水税是啥物货？嘿，这个糖水税呢，因讲的 sugar tax 糖税，就是指政府对有含糖的饮料甲高糖的食品特别课的税收。嘿，嗯目的呢，就是要减少民众接受这个糖，嗯同时呢，嘛会当改善公共健康，因为咱拢知影嗯高糖的饮食会造成诚侪病症。人嗯嗯若无健康诶话，就会需要用着足侪医疗资源，嗯会增加一寡社会成本。嗯因讲收糖税诶目的呢，就是第一就是要减少囡仔接受这个糖分，改嗯善孩童大口肥。会当你讲嘛，就是肥胖问题、大口啊，诶问题。对啊，我拢讲大箍问题。大口问题。嗯搁有迄个第二个是喙齿健康诶问题。嗯第三个是鼓励企业改善因诶食品诶配方。嗯哼哼第哼哼，四个是降低英国健保因为体重过重诶一寡糖尿病、慢性病诶医疗诶压力。嗯哼哼，这是当时开始实施诶呢。英国是伫2016年诶时阵，因诶财政部长发布讲要课糖税。毋过是甲2018年诶时阵才正式实施。伊嗯会有即两档呢，是因为要互遮诶大公司去研发甲改善因诶产品。嗯，下方课税呢有汽水、含糖的果汁、含糖的水，我毋知为虾米英国连水拢有无共款口味。就无爱啉水就对啊。真的，嘿，搁有运动饮料收的是 Super 迄款的。嗯甜的冰茶收咱台湾罐装的迄款柠檬红茶。嗯嘿，遮诶饮料呢，若含糖超过5克，也是100毫升有加糖诶，拢会互课税。哼哼哼，嘿嘿嘿。每100毫升呢，含糖无到5克，无到8克诶饮料，每公升会收差不多18p 诶税。另外代票诶话是7箍。嗯若是100毫升含糖超过8克以上的饮料，每公升是收24p 的税，就差不多代票9箍安尼。安尼算起来其实若是以扣啦来讲，其实嘛无起偌济啊。
是无去偌济，啊，毋过互收一个人心情都无，心情会袂一样，你个知？我有发觉，我有一摆去迄个 pub 食饭，啊边仔迄桌就讲，我想要点可乐，啊迄个服务生就讲，咱今仔有迄个 diet coke 会使无？就是减糖诶，伊就讲，安尼我要食 lemonade，就是迄个汽水。伊讲我若是 diet 的汽水会使袂？伊讲，你当互我一寡糖诶，有糖诶好无？互我一寡有糖诶好无？其实爱个伊就甲伊啉秘鲁。啊，其实呢，因为就是即个政策实施了后，以早的市场差不多65%的饮料拢有含糖超过5克。嘿，是我感觉是真正做侪。啊，毋过即个实施了后呢，就是你只要是饮料无超过5克的产品是提升到89%。所以全部有纳入即个课税范围，饮料的含糖的比例是降低47%。啊，去年就有研究发现讲，即个糖税开始咧，因每一档差不多预防超过5000个国小6年仔的查囡仔的大箍的问题。这有另外一个研究是讲，即个糖税对大箍相关的健康有产生正面的结果。搁有互就是已经开始发喙齿的红婴仔，甲18岁的囡仔，18岁囡仔，青少年，因为手齿接受挽喙齿的带院的机会上低降低12%。我感觉其实足济所以是甲4岁的囡仔带院的几率是降低28%，啊5岁到9岁是降低5.5%安尼。所以是有差啦，有真的差，我是感觉差足济啊。毋过一开始即个政策宣布时阵，反对的声其实真济，就是讲这只是变相的增加税收啊，根本袂有企业会做出啥物改善啊，搁会遮成本会转移甲较善遮的人身上。搁有讲为虾米敢若有特别的产品会收税，因为头拄咱摕着敢若有含糖的汽水饮料，收一寡牛奶，也是啥物苹果牛奶啊，即款的拢无收税。所以就感觉讲是毋是其他的公司有去游说政府讲莫去，反正就足济问题就对啊。搁有因为当初政府虽然讲有答应这税收呢会改善囡仔的教育甲健康，毋过伊无特别设一个专案，就是专款专用，所以就是惊遮的钱会互政府乌白开。搁有人讲政府就是管收济这糖也要管啊，什么的。毋过实施到今年嘛要8档，我感觉即个政策是真正袂歹，因为咱头拄有讲的，就是足侪研究拢有表示有明显的改善嘛。毋过一开始的时阵，就是我头拄爱讲的，有一个人就是袂爽。为什么我要互加收钱？我就是加收钱的迄款，就是会互加收钱的。因为汽水无够低，汽水无够低，迄味就是无共，你敢知？毋过我嘛毋是定定啉汽水的人啊，所以我后来就嘛接受即个事实，因为毋是逐个人拢是为我大台南国大汉的，所以可能所以因就可能真正啉袂出来，因就可能真正就会减迄糖分较少的，因就袂去互收遮个税安尼。虽然遮个税收有去较差，伊无专款专案，毋过政府是真正有甲遮个钱，就是有算的安排，一中真正有
编列差不多上近的经验，去支持好好改善运动体育的设施啊，啊个帮助收入较低家庭的早顿的计划安尼。嘿，我前2档的时阵，我小有看到新闻讲，因要停止这项政策。不过我就是最近去查的时阵查无，结果有查到新的政策，就是伫2028年的时阵，即个糖的税收会增加其他的产品，就是有口老摕着有口味的牛奶加罐装的咖啡，有立体即款啊，拢会互收钱安尼。讲到即个罐装的咖啡，我有足深的体会，因为我因为即回圣诞节要来阮大家因兜住嘛，我毋知影是安那，我就常常足兴迄个咖啡，就想要啉好啉的咖啡，毋过拢无法度出门，所以因为讲出门机会无济，所以无法度买着啥物好啉的咖啡。所以我想讲好，不要紧，我来试看觅去啉迄个超市买着的迄个咖啡好。嘿，我就买 Starbucks 的，还有一个 Jimmy， 还有一个叫 Amy， 反正3项无共牌子，嘿 Amy， 哇，迄个有够歹啉的，毋是伤甜吗？对啊，我惊一条，我逐罐拢是拍开了，踹一条，想讲，哪会当遮歹啉着？连牛奶咖啡牛奶都会当做歹啉嘛，真厉害诶！对，而且呢，我有看到一篇新闻，伊就是咧讲即个糖水问题，伊讲因为开始要增加即个加牛奶的咖啡，我看到讲呢，即个 Starbucks 的迄个有咖啡啊，伊内底糖佫比果汁较济。哈吗？系啊，我想讲原来歹啉就是歹啉伫遮啦。好，因为足侪人其实啉咖啡无咧加糖诶啊。系啊，我毋知影是安因拢迄款罐装诶，拢伫咧加糖。Why？ 毋知。对啊，而且我看到即个政策诶时阵，我有看到有一寡人咧批评讲，即安尼英国政府安尼，会变即个 nanny state， 就是迄个尼泊国家，意思是讲甲即个人民照顾甲逐项拢要甲顾着安尼。好，嘿，像尼泊共款。毋过我看伊实行到呾啊，改成感觉无共政党对这拢是较偏向支持诶。对啊，连企业嘛支持即项政策。系啊，对。对啊，所以刷落来，咱下礼拜来讲即个，因为即个影响就是即个 obese， 就是大箍诶即个问题嘛，所以咱来讲即个大箍诶议题，就是讲，是安那英国会需要做即款代志，即个大箍诶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要讲即个议题，先甲大家解说一下。根据 WHO 诶定义，大箍就是即个 obesity， 是指即个 BMI 超过30，伊下骹有另外一个分类叫做过重，过重是指 BMI 超过25诶人，所以25以下就是健康安尼。BMI 是呢，你若迄个国中无上着，我伫遮甲你补充一下，是体重低于身悬的平方，身悬爱用公尺来算，安尼。你大概当等于算者，毋过台湾的标准无啥共款的，台湾的过重20是英国25，比英国的标准小可佫减1，台湾的大箍是27，比英国的标准佫少3，这是这就正常，因为英国的这个 NHS 网站会当甲你倒算你的 BMI， 伊嘛会问你的族群，因为每一个族群的标准无啥共款。对。因为恁的基因啊，恁的身躯的型小可无共安尼。有各个国家若是要较幼路的去计较，伊佫会去看即个腰围的大小。毋过咱遮就先莫先计较这。所以讲即个 obesity 即个大箍的问题有偌严重呢？以2022年的即个资料来看，英国的大人女性大概有3成过重，3成，另外3成大箍。男性呢是4成过重，另外3成大箍。
嘿嘿，等于是健康的人惊若1/3尔。对，嘿，啊，台湾呢，我今日有找着即个2020年的资料，因台湾的男性含英国的女性差不多就是3成。嗯哼，吼，啊，英国的台湾的即个女性的状况较好，差不嗯哼，多拢伫2成左右。啊，嘿，啊，英国即个 obese 就是即个大口的状况，当然是较严重。我有看到一篇报道讲，英国是欧洲的前3名。哦，嘿。毋过其实呢，台湾男性的 BMI 的即个平均值呢，嘛是超过健康的标准啊，嘿嘿，已经踏入去过重迄块啊。嗯嗯嗯嗯，吼，啊，女性呢，较无遐严重，毋过45岁以上的平均值呢，嘛是超过，已经是过重啊，安尼。因为超过嘿，45岁了，你的代谢拢无好去啊，对对对嘿嘿对。嘿嘿，啊，我感觉另外一个是台湾的中年以上的女性较无咧兴运动，嘛可能有啊，差，哦，嘛嘿。是有，嘿嘿嘿，对，啊，以趋势来讲呢，英国为1993年到2022年的特别30档的时间，这大考比例的数字是翻倍哦。就是讲，嘿，本来呢两个加起来才3成，即嘿，摆两个加起来是6、7成。哼哼哼哼，嘿，啊，以台湾来讲呢，男性过重含大考的比例拢是继续咧增加的，啊，嗯嗯女性呢是过重有咧增加，啊，毋过大考的比例无咧变，嗯。嘿。我感觉嘛是因为伫台湾拢会较注重讲哦，你迄查某的体态就是爱好，对对所以拢对会较注意讲啊，我若食超过啥物的，莫食会较减量安尼。对，查某较有咧自我检讨，啊嘛会互查甫诶检讨，对，嘿，这样子到底是，到底是有咧照镜无？哦，莫安尼，哦，来，啊，伊即个哎，对啦，我要讲先补充一下，就是嘿，我感觉即个数字吼，其嘿，实毋是讲要偌好看，还是讲要穿啥物衫，主要也是健康诶问题啦。对对对对，对啊，大家要注意即个健康诶问题。好，嗯，毋过健康问题，咱等下再来讨论。即摆先来讲即个囡仔诶部分，因为即个为着要减即个糖呢，主要是为着囡仔嘛，对毋嘿，对？吼，所以来以囡仔来看吼，囡仔诶即个 BMI 诶标准含大人无啥共款，因为囡仔诶即个体重含身高是一直拢咧变诶，嗯，所以囡仔诶体位标准是以迄个年龄层诶 BMI 诶100%做过重还是大考诶即个切点。当你即个 BMI 若是讲超过迄个年龄层诶85%诶时阵，就是算嘿，过重。啊，即哦，点诶算法呢，英国含台湾是共款诶。嗯哼哼哼啊，哼，嘛共款是以小学入学诶即个年岁来做即个基准点。嘿，啊，唯无共诶是呢，英国诶小学是为 reception，就是4岁开始算。啊，台湾是一年啊7岁开始嘿算，嘿嘿，哈，对，好。啊，即个英国小学入学诶时阵呢，就是伊4岁时阵，差不多是13%过重，11%大考，所以加起来呢，差不多是1/4诶人是过重。嗯，啊，毕业诶时阵呢，大概是14%过重，听起来无差足济吼对，，13%变做14%，哼哼，啊，毋过大考为11%跳到23%，哇，天啊！哼，所以原底入学诶时阵是4个囡仔内底一个过重，即嗯，满是3个囡仔内底一个过重，1/3诶囡仔拢过重，嘿嘿嘿，兼大考，嘿。嗯，啊，不只是安尼尔哦，5岁囡仔内底有20%诶人有皱起，哦，嗯嗯嗯嗯嗯嗯。嗯，啊，而且呢，这个英国的皇家公共卫生学院伊模拟出来，就是 modeling 十当了呢，过重的囡仔会增加到40%以上。哇，啊，佮点名讲有10个城市，讲遐个城市的过重囡仔甚至会增加50%以哦，上。嘿，对，所以这真正是一个足大诶社会议题。嗯，真的，嗯嗯嘿。嗯啊，台湾的部分，因为台湾因为即个数字无甲12岁至
歹势，无甲7岁至12岁来分开来看，嘿就是小学全部拍做伙来做一个平均啦。啊，贵档是12%，大考是15%，其实是含英国4岁入去读小学的时阵的即个比例是差不多的。啊，毋过你若去看着国中的数据呢，贵档含大考加起来就是要30%，所以台湾的囡仔嘛是有即个问题哦。啊，毋过以即个2022年的报告来看吼，台湾小学生的即个贵档的比例是逐冬有咧减少。啊，毋过国中生的即个大考的人数呢，佫有咧增加。嘿，我咧以为可能是因为功课的压力，所以你即个运动的量减少去。嘿，啊，一般来讲会造成即个过动的原因呢，通常是因为食食的习惯啦，像英国就是食伤济有糖的去食物啊，啊，佮伤济加工品啊，吼，啊，佮有迄个 ready meal 啊，啊，拢是重盐重油的物件，嘿，啊，佮有青菜食无够，啊，佮有运动无够，嘿，啊，伫台湾大部分，因为台湾的调查内底是互因家己讲，因感觉啥物原因啊？啊，因拢讲可能是外口的物件食伤济啊，就是因为台湾大部分拢是去外口包物件，倒来食饱就去食餐厅嘛，对毋对？啊，佮我感觉量的嘛有差呢。哦，量的嘛有差，对。所以一般来讲，台湾的囡仔因若要减肥，因为伊嘛有去调查，有偌济囡仔想要减肥，其实嘛有诚大数量的囡仔是有兴趣要减肥的，因拢嘿，因都会减少减食甜的，减食甜的安尼，所以嘛是知嘿。啊，最近呢，即个政府特别重视囡仔过动的即个问题，头一个原因是因为头前即个往来讲到的，因为会造成即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囡仔过动若是无解决，大汉会增加因的心血管的病、糖尿病、高血压、提早中风含提早得癌的即个风险。安尼呢，就会增加即个英国健保的负担，所以因掠即个大考造成的相关的即个医疗的费用呢，会互即个健保一冬呢开买112亿磅的即个开销。哇！所以因就爱透过一寡政策去来控制即个开销啦，吼。啊，即几年呢，毋也是中风含即个大肠癌伫50岁以下的少年人愈来愈侪。到2009年，毋是1990年到呾呢，囡仔含青少年得即个高血压的比例嘛增加到原底的4倍哦。嘿，这是一个医疗方面的问题。是嘿。啊，第二个是安那政府爱重视即个问题，就是因为即个过动的问题伫英国较改善嘛有连结。啊，着伫英国啥物问题先连到改善，就百面会对啦。嘿。啊，因讲呢，即2022年的即个健康调查内底发现讲，过动空即个困苦嘛有正相关，意思是讲呢，平均来讲，愈困苦就是迄个 deprivation 诶，即个群组过动的问题，伊就会愈严重。吼，你愈歹过，你就愈会伤大考安尼。啊，这是会造成即个问题，就是因为即个大考引起的即个病呢，会造成遮个困苦的族群的相邻的弱势。啊，则有另外一个趣味的点啊，就是查甫查某嘛是有差别的。以女性来讲，是真正是愈困苦，你大考的比例就是会定量增加。啊，毋过男性的部分呢，大考的比例其实一直拢是伫差不多30%左右。只有伫生活过了上好的迄20%的人口，伊的大考的比例才会降到差不多20%左右。嘿，我甲阮翁讨论，伊感觉讲可能是因为即个收入较低即个族群的男性是以劳动为主的即个职业，所以因的活动的即个量较大。嘿，啊，拄好我含即个地区即个数据来比较，嘛符合即个
即个 theory 就是以老港为主的即个区，伊的男性的平均的 BMI 嘛会较低安尼，啊毋过女性就会较悬安尼。嘿嘿，虽然是安尼讲无啥好，啊毋过真正是你若看着迄，就是看起来毋是做好过迄款，真正拢是会女性较大箍一点啊，伊的阴阳啊，还是伊的另外嘿，就是较瘦安尼。对呢，嘿，吼，对啊。啊，伫囡仔内底嘛足明显诶，就是囡仔4岁拄入学诶时阵，基本上上困苦诶族群，较上有钱诶族群有差，啊毋过无足明显诶。啊毋过到因6年要毕业诶时阵，上困苦诶族群诶大箍诶比例就规个扭起来。因诶大箍比例可能比迄个较有钱诶族群加要2倍，加要1倍，嘿，对。其实我真正是无意外，你看学校附近的遐个 corner shops， 你开门一入去，全部拢是迄个马铃薯片啊，就是洋芋片，含即个糖啊、巧克力豆啊，啊无就是汽水，根本就无啥物健康的选择。对。啊，我今日去迄个一间较大间的超市买物件，一入门嘛是啊，因为可能因为即个圣诞节拄啊过，规排的糖啊、巧克力豆含 chips 拢咧。crisps 拢咧大拍卖，上俗的拢是遐个物件。嘿，啊，你若去迄个 take away 的店啊，就是人咧讲迄个，就是卖一寡外卖店吼，炒饭炒面可能至少爱8磅，啊，毋过你若 chips with gravy，就是迄个马铃薯条加肉汁，2-3箍就有啊，佫食甲足饱诶。啊，因佫有发明啥物胖内底醃迄个马铃薯条诶。啊，就是胖内底醃迄个洋芋片、马铃薯片，我真正是会看着会惊死。我即摆咱兜出去佚佗，阮大家伫阮查某囝头前安尼食，我真正起屁面。因为阮查某囝来讲啊，我嘛要安尼食，我嘛要 chips， 我嘛要 crisps， 我会直接咧禁止大人伫阮查某囝头前安尼食。我第一摆看到安尼食是我伫澳洲诶时阵，嘛是一个英国人伫我面头前安尼食，我是讲到底为什么要安尼说？对。啊，你头拄仔讲诶，迄6年仔要毕业诶时阵，大箍诶比例会增加嘛？我知为虾米啊？因为5-6年诶时阵，因就会当毋免爸母去接送。所以因无爸母去接送，你爸母就较袂去管讲你要食啥物物件嘛。对。啊，因就做一人去 corner shop 买物件安尼。对。对，因为我感觉这嘛是较改造有关系，因为你若较困苦的族群，就是囡仔伊下课就下课啊，就是大部分拢放牛食草，因就四界扫啊，牵囡仔牵朋友去买物件食。啊，毋过较中产阶层的囡仔，你下课了就是一堆在家班啊，啥物拍球啊、弹琴啊，啥物也运动嘛，运动到啊，家长一定嘛会准备点心。有经过家长去甲选伊点心，就会差足济啊。对，啊，你讲迄包迄个马铃薯片，我感觉因这就是按幼稚园的时阵就会好好吃。因为咱拢知影是迄个马铃薯片毋是健康的物件嘛，所以我嘛会撇买因食，就是因为3-4岁你互囡仔一济，对不对？伤咸啊，佫伤油啊。啊，我乱感觉我撇买哪足好，因为阮兜拢就是因3-4岁、4-5岁进前，就是阮兜足少，啊无我若要食，我拢会藏开。结果我拢毋知影学校会互因细包诶。我看着是什么，真是下海要落来，你个知？学校到底是，因到底是有底线无？你互囡仔食马铃薯片，到底是要用哪回？对啊，我真是，因为学校的迄个营养午餐的点心，佮甲我发迄个巧克力豆的饼，我是咧，我伫遐一直禁迄个巧克力豆，结果学校直接中昼就甲我发迄。请问你互囡仔食迄是要创啥货？真正是起笑，你个知？对啊，所以我顶摆转去因看迄个台湾的幼稚园的菜单，我真正看甲强要哭出来。是安那会当遮尔济变化，啊，佮遮尔健康？
系啊，佮有炒青菜。啊，若是要互因食甜诶，嘛是食啥物红豆汤对啦、绿豆啊，汤啦、薏仁啦、嘿，二叶啦、青草，偌尔健康，佮有文化意义，佮就有美感诶。真的，What the 我 fuck is chocolate biscuit？嘿，阮兜迄当阵转去台湾的时阵嘛是食足济青菜，啊嘛较袂紧食。嗯嗯，嘿，对，啊，阮囝是甲伊3年仔时阵，伊就是讲阮家己炸便当嘛无爱食学校诶，伊讲学校诶物件真小歹食。我嘛有听讲有一寡亚洲诶囡仔会安尼。因为真正无法度，啥物真的无冰度。上 toast，迄款物件嘛甲有芳出来。好，对啦，讲到这，讲到这 corner shop，我感觉阮兜边仔迄个中学可能较好一，因为除了 corner shop，伊 corner shop 边仔佫有 M&S 即款较中山街站诶店，伊都有卖足济迄个三明治含沙律、嗯哼，沙拉。嗯哼，啊，无问题是你看糖仔一包2-3箍，啊沙嗯，拉一盒爱6箍。我嘿，若无钱诶学生，我当然嘛是拣糖仔，佫较好食。系哦，系啊，对啊。我足介意讲台湾的学校附近拢有迄款豆花店，我无爱即马市区感觉有，啊毋过阮兜会有，就是豆花店，啊除了豆花含串冰以外，足神奇哦，伊佫会卖炒饭含锅烧面。我感觉这种是一个 set 呢，就是阮对啊，阮遐阮遐嘛有即款店是安尼，就是豆花串冰，啊个炒饭锅迄个薏米这哈，对豆花。对对，啊，学校附近嘛有迄款卖公仔粿啊、大肠、对，蚵仔、米血、菜哦，头对汤即款。对对对对，嘿啊，对呢，有呢，系嘿啊，啊，食什物巧克力饼啊？对哦，啥？美感伫倒位？我家己伫囡仔诶食食面顶，我是较猫毛，因为我想要家己饲做一个较我共款无爱食猪肉诶人。我会记哦，得学校下课时阵拢是食啥物水饺啦、大肠烟肠啦、对，takoyaki 啦，对对对，食甜根本就袂饱啊。你学对啊。校下课拢食，因拢是去客仔内底掠鱼行鱼。无安尼啦，我想一个哦，阮就会去干妈店，伊迄干妈店有一个是看起来足像猪仔台诶，啊，你着落嗯，5箍，啊，你5箍落去，伊迄着安尼嘟嘟嘟嘟掠你走，伊着看着你会当用5箍买几支乌冷米血安尼。哇，嘿，乌咧米血足赞嘿嘿诶！嘿，啊，迄乌冷米血啊，菜头汤你一定是免钱诶嘛。对对对，啊，搁有哦。公仔粿，啊，搁有啥物啊，小笼包即款诶。哦，对嘿，啊对啊对啊，拢是即款较对济。啊，啊，我有阮兜就是有要求，伊要食甜诶物件会使，啊毋过爱食好食诶。像迄哦，对，你讲这小可伤远去啊，啊毋过嘿，像迄你看因迄公园边仔毋是拢有一台迄个 ice cream van 吗？嘿，啊，因为因会卖迄松麒麟，啊毋过嘿嘿，因迄松麒麟足歹食诶，嘿嘿嘿，全部拢是 cream。你敢有食过？哦，双麒麟啊？我知，啊，有迄就是一支 chocolate 迄款诶嘛，嘿嘿，对对，嘿嘿嘿嘿，迄就是因为伊拢内底拢是 cream，所以你摕足久伊拢袂扬去。哦，是对安尼，对，伊迄足油诶哦，所以逐摆阮囝甲我讲，伊看着迄个 ice cream van，甲我讲伊要食冰，我讲你莫食迄歹食，我带你去食好食诶。我哦，用去特别去找迄 gelato，就是哦，哇，意大利式诶。你要食甜诶是毋是会使？你着甲我食好食诶。嗯，对，哦，啊对，我是因若要食甜诶，因可能一礼拜干来当嘛袂当，这是大汉诶，无可能甲一礼拜，就是一工干来当食一项，你就是糖仔甲 chocolate 拣一项，你袂当顶搭啊，着，你袂当要食糖嗯，仔甲要食 chocolate，袂使。哦，对嘿，对对，啊你若食糖仔，你就袂当食 ice cream，就是哦，有甜诶物件，你家当食一项，啊迄工就迄嗯，项，你袂当甲我加嗯，食安尼。嗯，嘿，阮嘛兜这样是安尼啊，嘛是对啊，嘛是袂歹。嗯。嗯所以因为较哦，大汉啊，所以嘿，真正是较歹较歹见。对，
而且因迄逐工，伊一个月迄同学若有生日诶，拢会炸糖仔饼去学校分，你敢知？哦，啊，对啊，逐概转来就一堆糖仔饼，啊，就讲互我甲伊同一齐。我讲袂当，讲为什物袂当？这是我诶，我想讲靠。对，所以我才会讲，我就是爱培养伊诶即个美感。所以伊要食甜诶会使，你爱食着好食诶。啊，所以伊若是食着迄歹食诶，就算讲是甜诶，伊嘛袂爱食。啊，好，这是我想要达成诶目标。嘿，而且爱是台湾口味诶。食冰淇淋袂使，食串冰会使。因为串冰诶料嘛，真正较健康啊。对啊，嘿啊，对，好，所以讲转来，即个台湾和英国即个大考诶原因呢，我感觉讲，不管是英国还是台湾呢，普遍拢是因为即个食食诶习惯无好，含最重要的是即个运动诶习惯不足。啊，台湾因为我感觉大家经济状况其实无差足济，大部分就是无是食伤好，无就是食伤济，无就是食营养无够。伊可能食足济，毋过营养有欠几项安尼。嘿，另外一个是食诶物件实在是太好买啊。你四界拢有食诶物件通食。英国就较复杂，因为佫有阶层诶问题。英国呢，颠倒是无迄款无营养诶物件伤俗啊，健康诶物件伤贵啊。嘿，像我看阮大家咧减肥时阵，我真正是会昏倒。伊大概看着我咧煮饭，伊就问讲：啥我大概拢看着你拢一直咧食，哪会拢袂肥？问题是我拢食青菜较肉，我无咧食鸡卵糕诶。因食鸡卵糕真是恐怖，伊迄规个拢是互糖砍掉诶，我感觉食了拢会糖尿病。哦，就是迄血管你诶血啦抽出来，可能是含糖诶量拢可能100%咧。对，而且因诶迄个因诶鸡卵糕就有野诶呢，就重诶，共啃会死人迄款。到底是为什么？你看，因毋是逐家生日，囡仔生日 party 拢会分迄个鸡卵糕，互你转去食嘛。对。伊个细汉时阵，我通常就是收着了呢，一出门念面点等粪扫桶。啊，因为伊迄超市买拢俗俗诶嘛，佫就歹食。对啊。像阮大家啊，伊是安怎食呢？伊咧减肥时阵，伊就早顿就食 cereal 嘛。cereal 嘛是其中一个互点名讲食伤济无好诶。另外一个是了中昼呢，就食一个正餐吼。可能是啥物派啊，是啥物货毋是呢？若枵就食三明治，无就食鸡卵糕。吼，伊正餐呢，毋敢食伤济，因为伊惊肥。毋过枵诶时阵呢，因为正餐无食足济嘛，所以中就会枵嘛。枵诶时阵就插一块饼，无就是食一块鸡卵糕。食饭诶时阵呢，一定爱食迄个，一定爱配果汁，而且毋是迄款现抓，是迄个浓缩诶迄款。哇！安尼，对啊，安尼食上好是会瘦。伊真正是大口毋知啊。对啊。我就一直甲念啊，我就讲毋是甲念，因为逐家咧食物件拢一直有人咧讲，你我哪会一直看着你咧食物件拢袂肥？逐家咧煮饭听着这足袂爽诶，所以我有后来我就一直甲呛啊，我讲我也无食鸡卵糕啊。嘿，伊安尼颠倒是真正是较熬肥，因为你若营养吸收无平均诶话，你诶身躯就一直有烦，就是会枵爱啥，你会感觉对，会惊对。毋过你若照三顿食有营养诶物件，你其实就毋免一直食细啊。对，介像是讲你食伤济甜诶，还是讲迄个营养食无够，会改变你诶迄个肠仔内底即个 bacteria。对。肠道菌所以你会较厚枵会较厚肥安尼。对。对，我感觉讲就是过一个年纪了后其实已经毋是讲等咧检讨即个
大块的问题，已经毋是讲要规追求讲会当穿即个足水的衫啊，也是讲身体好看啥物货。其实应该是，其实已经是开始会去烦恼迄个健康检查报告内底会出现红字啊。嘿，所以 BMI 其实只是即个健康的标准之一安尼。嘿，旧年初我甲阮翁呢，就做伙伫台湾做健康检查，了就发现讲伊有即个脂肪肝、脂肪肝。虽然讲后来才知影讲台湾其实足侪人有这个，毋过反正伊就是足够紧张的人，伊就开始足紧张的，随照迄个医生讲的，迄天下暗就开始无食红肉。伊两杯斤呢，惊若食豆腐卵、海产含鸡肉，而且鸡肉呢，惊若食迄个咸坎的肉，因为鸡腿伤肥啊。了呢，甜的含甜的绝对拢无摸，拢无捌。呢，好佳在迄2个月咱伫台湾，所以呢，逐工下早就是甲囡仔送去幼稚园了，就去迄个素食的自助餐，硬一客啊，全部拢是菜含卵。含迄个豆腐转来做早顿，了呢，伊中昼含暗时，佮会出去骑车1点钟，为咱兜骑去摒去个茶山遐。所以伊去迄抓伊去台湾进前是108公斤，转来剩90。后来呢，佮继续瘦到80几，因为伊讲伊有算讲伊的 BMI 要较健康，需要减到80公斤。嘿，毋过后来因为伊要找工课嘛，压力足大的，所以伊迄个食甜路的习惯佫转来啊，红肉嘛转来啊，体重就有增加到90几。毋过最近伊的工课佫较顺，所以佫开始伊的即个减肥的计划。毋是主要毋是讲改善即个体重，还是讲减少 BMI， 主要是伊伫即个减肥进程其实是足够忝的。伊拢是伊上严重是迄下晡4点哦。就咧开始咧拄久啊，毋是讲参咱有当时啊小可会拄久啊啉咖啡迄款，伊是迄个直接爱倒伫眠床顶爱困2-3点钟，佫困袂醒，困醒了后佫足忝的，迄款的就嘿。毋管伊食啥物，拢会足够落屎。嘿，足神奇哦！伊只要着食着牛肉，伊就落屎。之前拢叫是讲是毋是过敏啊，还是卫生的问题？结果呢，伊甲即个红肉改掉，伊减肥迄段时间精神拢足好诶，水都无落屎啊！辛苦拢去甲伊讲你啊减肥就对啊，无毋对。我家己是检查出来讲有即个胃切酸、叶酸啊，含即个胃息肉会惊，所以我就酒了拢戒起来，足少咧啉酒啊。甜嘛较少食诶，系啊。甜诶我本来就无介意啊，唯一解袂掉诶是串冰，真正就爱食串冰。毋过伫遮你嘛食袂着串冰啊？对啊，所以就还好，系啊。我嘛会尽量开始增加即个青菜量，就是一直爱去找迄个亚洲的超市去买迄个青色的迄个有叶啊迄款菜啊。真正若要较迄个青色的菜叶啊，即类的真正爱去亚洲的超市买，无食真正对啊，较少。对，好，所以呢，伫新年的头一集，就来讲遮叮当的即个主题。毋过嘛是因为我感觉咱的听众吼。嘛是可能拢30-40岁啊，开始爱注重健康啊。我感觉咱的听众拢做哈酷的，拢介意听一款较叮当的物件。对，所以呢，就甲大家来分享即个英国的大考问题。先煞呢，对啊，先煞甲大家分享咱的即个健康开始注重健康的即个经历啦。系啊，安尼嘛。就是大家若有啥物好诶会保持健康诶方式诶嘛欢迎分享互咱。真诶。对。安尼呢，煞来就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比赛。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搁青。来对落水溪，参农民骑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写生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搁青。